知不能公開妒忌，學習大方接受，同行時要殿後，誰冷落舊朋友？節日約我3位一體的慶祝，沿途明亮燈飾閃映着重重，言談越熾熱，內在更冰凍。誰當初無心將兩方撮合，然後留低只得這寂寞人。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傷感還是快感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膽編着你們來來回委曲中受難，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